Hello，依家係呢個6號啊11月6號啊。咁我依家翻工啊。咁啊呢依家係清晨啦。咁啊我突然之間醒起咧，就一啲事想記錄低拍攝低啦。咁就講及到咧就分析翻自己嘅內心嘅心態啦，同埋因為睇咗一啲新聞啊，就長時間工作帶嚟嘅壓力啦，即係嘅精神狀況啦。咁再加上我自己嘅負荷啦，我自己嘅負荷就其實都幾超出嘅負荷啦。咁就工作壓力啊，負荷啊等等啦。加上咧就我20年開始咧就我以前唔係咁嘅，20年開始咧就有一種賭博嘅心態，即係因為網上投注啊，網上投注咧，即係我自己嘅經歷咧，就我睇翻好多故事，網上嗰啲啦，即係我應該都係同嗰啲人一樣啦，好多人都會出現嘅問題咧，就係自從網上興起網上投注開始咧，疫情嗰陣時咧，好多人就開始網上投注啦，我都係一樣。我以前咧就冇呢個習慣嘅冇呢個網上投注習慣，同埋冇咁沉迷，即係唔係咁唔會沉迷賭博嘅。即係就算買波買賣咧，都係幾十100買一日嘅啫。咁啊買一張飛咧，買咗贏就贏，輸就輸，即係我係嗰種人。咁因為自從網上投注之後咧，興起網上投注嘅20年疫情開始咧，興起網上投注咧，我就即係開始，即係有時候投注買波，我覺得好似撳電子遊戲機嘅。我現時都係咁，咁我現時都係咁咯。咁呢幾日咧就我都輸咗幾千蚊。咁不過好在咧就少少幾千蚊咧，暫時嚟講勒緊個褲頭，即係個經濟理財咧勒緊個褲頭咧，其實都即係勉強仲繼續可以負荷嘅。咁即係叫做話係平衡到嘅。咁不過就辛苦啦。不過我唔點解要咁樣拍段短片咧？一來提醒自己啊，我要做個記錄啊，我唔想好似做到自己咧，好似呃人呃自己咁。即係如果我唔拍呢啲短片記錄同埋寫筆記記錄咧，咁我好似自己呃自己咁啦。即係變成即係收埋咗自己咧，唔了解自己，收埋咗自己咧，形成自己嘅內心嘅貪婪隱藏嘅一種，好似帶嚟一種自私嘅邪惡咁啦，奸詐自私嘅邪惡咁啦。咁二來，如果喺外界睇咧，我都係出現問題噶嘛。咁人哋會覺得我係都係一個好奸詐嘅人咁樣啦。即係我唔希望咁樣，所以我每一樣嘢咧，包括我自己了解自己咧，都要做個記錄嘅。咁另外一啲玄幻嘅事啊，另外一件事啦。當然啦，我了解到嗰啲玄幻嘅事咧，現時嚟講，我都俾人話係一啲類似話撞邪啊、邪惡啊嗰啲咁樣啦。咁呢方面即係另類講啦。咁其實我可以簡單講俾大家聽咧，其實我一直以嚟咧，係我個人係清醒嘅，我個人係清醒嘅。就算講及到一啲玄幻嘅事件咧，其實我一直以嚟咧個人咧係清醒嘅，個人係清醒，唔係話即係我好了解自己咧，我好了解自己同埋好了解一啲事咧，知我自己好了解一啲事咧係清醒嘅，唔係人哋所講嘅即係精神幻象啊啲咁樣咧。即係不過有啲事咧，科學解釋唔到，我唔知點樣講，即係所以即係我都唔想再多費唇舌去同唔想再多費唇舌同人爭論啊呢啲咁嘅事。咁不過如果在於我現在嘅狀況咧，會俾人覺得咧係一種奸詐，即係自己係奸詐咁野心啊、自私啊，即係自己攞嚟嘅啲咩自作孽啊嗰啲咁樣。咁所以咧，我要拍一啲短片記錄，同埋我都之後稍後我都會做翻一啲筆記。咁再加上我要另外額外要面對一啲社會嘅出現嗰啲問題壓力啦，咁要處理一啲雖然依家叫做都叫做處理咗㗎啦，即係叫做已經開始做得到嘅。咁不過要即係明確俾自己同埋俾人知道咧，咁
我自己都有一啲問題嘅，咁其實我都不斷正面咁樣公開嘅啦。咁現時我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其實我嘅心理狀況咧，即係因為一個人嗰陣時咧，即係冇咗其他嘅以陪伴啊、扶持內心嘅互動寄託咧，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往往咧會成為咗因為個社會生活同個人壓力咧都受到好多問題啦。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有時候咧會個心態如果遭受到嗰段時間遭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即係好似上嗰幾日咁樣，好似呢排呢兩三個星期啦，咁學校同埋即係公司上都受到抨擊嘅時候咧，就會突然之間有種情緒咧，就會即係自己一個嘅時候咧會沉迷，有時想躺平嘅攰嘅個人，想躺平攰個人咧，有時即係會成為煲劇啊，或者買波啊啲咁樣，尤其買波啦。咁當然現時咧，暫時都係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嘅。不過要明確自己理性咁樣咧，去記錄低呢啲事啊。不過呢啲咧，人哋有啲人黑心咧就會攻擊我咧，就話我呢啲咧臨死為賢啊，又或者奸詐啲咁樣。不過其實咧呢種咧，我係想自己調節，唔係咩臨死為賢，都唔係咩奸詐，我係想自己去了解清楚自己，即係我唔想。即係譬如話，好似人自己咁，要平衡了解翻自己嘅內心嘅調節啊。尤其係譬如話沉迷呢個網上買波啊、賭博嗰啲咧，有時候咧要自己嘅調節同埋要互動，有人陪伴嘅互動扶持啊。因為譬如話一種無助感，自己一個咧，有時冇人管束啊，同埋自己冇咗一種寄託啊，即係自己冇咗一種寄託去為人嘅生活嘅寄託，即係譬如話為女朋友啊、為女仔啊，或者為愛情啊，或者為家庭啊、為兒女啊咁樣，冇咗呢種寄託，即係一種要為人生活嘅寄託，所以咧自己咧會有一種放肆嘅管劈，同埋即係無故之憂嘅心態咧，就即係會去追求，即係有時變咗係一種可以講話自己嘅生起嘅貪念，就去賭博啊！即係會，尤其依家啲網上賭博咧，即係真係好似撳電子遊戲機咁，即係一輸咗咧就撳個銀行戶口會過數嘛，咁之後咧就個社會就推動嗰啲財務啊啲咁去繼續 back up 嗰啲咁樣咧。如果好嘅話咧，當然有好有唔好嘅。如果有好多好嘅例子咧，就有好多就緩解得到一啲人嘅理財，咁俾人一個舒緩期咧，就去理解清楚呢啲問題咧，就會或者好似我咁啦，就開始就少啲賭啊，去警惕下自己啦，不斷警惕自己。不過不斷警惕自己究竟有冇用咧，其實都幾難嘅，因為佢呢啲咁嘅賭博咧，即係有時候一兩日一追開咧，咁啊總好似呢幾日咁樣，總咧就輸咗幾千蚊嘅。咁本來咧，我嘅心態呢段時間咧係要為農田啊，為好多事項網站啊啲去處理。咁本來我作嘅打算咧，都係諗住即係萬一有啲咩 back up 唔到嘅話咧，都係要動用翻我嘅保險啊啲，因為我銀行嗰度咧就即係都幾難借貸嘅，即係去低息嗰啲，咁啊唯有靠自己嘅之前儲落啲保險 back up。咁不過如果用自己保險 back up 咧，就更加會俾人覺得話即係都係失敗啦，一事無成啦。不過我唔介意人哋講呢啲咁嘅嘢，不過我最主要咧想要調節翻佢自己嘅心態。我同埋即係希望即係佢哋唔好再製造一啲無謂攻擊嘅人嘅。我相信我屋企阿細強佢哋啊，同埋我有一兩個家姐咧喺我背後都有份製作嘅，同埋尤其係最主要一啲衰朋友黑仔啊、大家樂公司嗰啲嗰啲，阿小聰佢哋嗰啲咧，
就製造一啲圈子去攻擊我。咁呢方面咧，我要逐一去佢哋所謂嘅解鈴還須繫鈴人。不過其實咧，解鈴還須繫鈴人咧，唔係淨止我一個，佢哋嘅潛在嘅問題咧，我而家都要明確俾佢哋了解知道咧，就要佢哋負上翻責任嘅。我哋會希望攞埋信仰去了解佢哋呢啲事，唔能夠俾佢哋話借人哋做題材，話揾人嚟講，揾人嚟整咧，咁樣去做出嚟嘅。所以我其中一個問題幾唔中意佢哋嘅人嘅，不過呢方面咧就希望可以協調到啦。咁我哋點睇住咁多先。